敬上，你爱保别人保印象，这摆公演一切顺利。今年说好是当年我甲恁爸做4点3甲韩梅花请上，无论安怎，公演咱拢一定要参加。来，看手。啊，若是伫咧台顶落去，毋是真危险，人较安全的啦。报警有接到啊！我拄仔跟那秀姨去监请，拜托因搁赶工定做。我要留下钱，会当。你莫一直讲迄条钱，我袂开你的塞卡。这是私人的歌艺，做的都是重要责任，都归人只人教。头手的工款让你做，互你演4点3。而且4点3的名单送出去是写你做的呢。我真是无法的啦。啊，那是你甲英军那里练？你旁的讲无声，这开可能无多演啊。啊，你啥要做韩的花？好，讲试看卖。公演袂要用私人的感情。当初我叫去学歌艺，这天要去睇那戏剧会，就是一款新歌人，你就无法度接受。是的，我想过节，阁袂晓想。这届开阳节你做4点3，阿君仔做韩的花，阿英良就做410，阿我做4金莲。你一家伙同心合力，对这届比赛够有意义。老爷公明杯啊！韩梅花，推开背对。我妈就甲你吵，你想出跳？知道。讲话就是自己要逼紧嘛，啊无法来较早讲，叫我换人，会做头手的，本来就爱比人较认真。现在我就是无法度做到伊的要求。阿秀姨啊，拢讲你甲妈妈这像，个性哦，拢唔认输，你是夸大庆辉啦。我是陈正峰甲吴桂珍的囡仔，我要先等。你是想讲传承，一定要栽培新人对无？我看这个囡仔唔是这个角色，大家拢要无面无脸，做妈妈，我是来看最唔甘的。